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昨台北某一间的高中有2个学生来确诊全校停课。今仔日是台北某一间的高中有学生为中国回国做居家检疫2礼拜后，返去学校上课，然后才开始起痛。学校是紧急来应变，今仔日全班预防性来停课。面对校园的防疫出现着破空，家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呼吁政府，是毋是会当发予老师甲学生一个人1礼拜5片的催安？因为爱老师甲学生时时刻刻拢保持1公尺的距离，真正是真困难。生日快乐歌唱2届，洗手就当洗清气，但校园防疫也是有破功。台北市某一间高中19因为2位学生确诊，全校停课。台北某高中有1学生3月初2对中国回台湾，居家检疫14天，身体好好无代志，17回去学校上课，19开始喉痛。学校嘛紧急将伊送医体检，嘛抢先一步宣布20全班预防性停课。但是全台湾的校园敢真正有法度阻挡病毒？师生每周每人5片口罩，是不是尽快帮我们配送到校？要每个孩子跟每个孩子之间距离1公尺以上，是极不可能的。指挥中心公布确诊案例之后，我们3月16号早上就派专人送达口罩1万片。后来确诊的第2例是在你发给1万个口罩之前，他在同班就感染了。是毋是会当予师生逐工拢有嘴红糖挂，教育部也阁需要想办法。但是17以上快速公文核定，各县市1000人以上学校，每一间学校有15万的预算，购买红外线体温仪器，总共补助1000多间的学校。若无敢若靠一支下温枪，学校的老师也是感觉真困扰。